我们呢要向世界各地的莲友，我们所有正国寺的常住还有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利用今天早上，师父将这一章跟各位大家简单解释：名利是生死之所。如果你有名气，你很有财富，因为这个从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你只要利用你的名气的影响力，你用你的财力，你能够去关心别人，好好去帮助别人，这是非常好的，是正向的，是有功德的。如果你贪求啊，就是一直在追求名，追求这个利，我要多，要更多，我要名气要大，要更大。你这种名利实际上是生死之所，你要跳脱生死的轮回很难，它就一个钥匙把它锁住了，一个铁链把你绑起来了。你看，你就永远锁在那里了，你放不下，你丢不开，你切不断，那你要跳脱是很困难的。很多人都不知道，一直希望出名啊，要有名气啊。但是你不知道，你一贪求、一执着的时候，你甩也甩不掉了。你要走的时候，那个灵魂要离开了肉体，要到另外一个世界，你走不动的，你被绑起来的。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，名利是像生死轮回一把锁一样，把你锁住了。所以我们不能贪求这个东西，尤其是出家人呐，如果追求名气啦或者名声呢，是修行上很大的障碍。这是修行上面的，一定要提防，一定要注意的。称名是往生之意啊！如果你念了佛名，这是你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好像两个翅膀一样，增加了很大的力量，非常大的保障。你可以很顺顺利利的，也不要耗费很大的力气，唰一下子就可以直接到西方净土。所以你看，你只要好好称念佛名，把阿弥陀佛的名号好好的抓住，那么你是往生之意，多了两个翅膀，你不会坠落下去，你可以安详平顺的，非常自在的就到极乐世界。记得人生不念佛，你既然得到人的身体，但是你不念佛啊，你不想念佛啊，每天都贪求啊，每天攀岩啊，我要这个，我要那个，我要追求这样东西，各位，你糟糕了，这个心态上不清净。你不清净，你有得一定有失的，有得一定有失，烦恼就纠缠不清了。所以你一定要赶紧多多念佛，念佛让你的业障消，你的身心清净自在。我们不去攀缘，如果你得到人生，你不念佛，就好像你进入宝山空手归啊！你进到一个全部都是金银珠宝，但是你进去呢，你没有拿到任何东西，空手就回去了，就是如同这种模样。所以各位一定要明白，我们呢好不容易能够得到人的身体，这个人生是多么难得啊！佛也是出生当人，后来慢慢修持，他的功德力，他的福报力，他的智慧力，慢慢的一直记住，所有一切福慧双修，最后他成佛了。你看人可以成佛啊，所以你说出生当人是多重要。很多众生没有资格当人啊，他都在恶鬼道、畜生道，在地狱道啊。我们要知道，要一个人的身体能够好好用功修行，能够了生脱死，各位这个是太不容易了。所以我们既然得到人的身体，你好好的去念佛，念佛就是能够靠佛，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你顺顺利利的，没有任何障碍，让你满心满愿的能够顺利到极乐世界，把生死给了断，从今之后跳脱这种生死苦海，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，各位对不对啊？你来当人，你一定要记得，随时随地要自我要求，一定要好好的念佛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未来你的道路充满无限的光明。好，我们今天用这一章来跟各位大家结缘，希望各位大家好好珍惜，好好把握。好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